招起来，台湾头一个台语电水花比赛节目。我若要讲透气，目屎都飞袂离啊！阿公啊，会来了，紧走啊！顶甲有名声，下甲有出名，铁腿王啊！哎呦！莫结婚，经营婚姻的秘诀就是莫结婚。少年代买当论水花哦。荣华富贵一世人，子孙代代拢出高人，有无？雄雄这个时阵门碰一下，甲我锁伫因兜的厝内底。咱家无叫小姐的服务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你哪会使安尼负心汉咧？阮爸是奥地利，阮母也是南非，我是啥物人？台湾人，漂亮的9月28，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，talk 小台语。